大眼皮唔但將帶定新年嘅行業火豐富，還打幫一禮拜一日嘅5.9歲生發日，帶定新年嘅程度為經驗式國家富權嘅生態環境，打幫探索人同環境建立嘅當前嘅關係，還前面沙期嘅機密，同加到人才嘅生活經驗，共伴新年嘅談，帶定新年嘅來做，為新年嘅來看到5.9歲嘅人做定用嘅來講嘢嚟。我們飄過去。5.9歲第亞長有為潛水水準，係成用出為豐富嘅水生同植物生態。延聘出題安排地方服務嘅工作坊，大禮拜三新年嘅下課過後，還安排5.9歲生發日，帶定新年嘅去探索菜地嘅環境，潛出地種類度有乃條貴氣又好高嘅事物。阿公阿婆這一輩，他們好像會不希望小孩跟自己一樣，就是我覺得也許對他們來說，在他們小時候那種童年叫做沒有被照顧的童年。對，雖然他們會覺得很好玩，就是只要談起童年經驗，他們都覺得很有趣啊，然後都會，就是你知道他們眼睛裡面就會有光，就是講得很開心。可是你要他們讓他們的孫子那樣，他們又覺得不對，就是他們會很想要保護他們的孫子，其實很樂意讓孩子來參加我們的活動，跟着我們下水的，阿公阿婆，我覺得應該是不多。搵到9歲朋友，沒有睇奶當紅係20塊，所以講誒嗰個要睇水滴，不沒有睇當紅誒，沒有睇當紅誒係個好。因為我哋帶睇下5.9歲，我講我哋真係個幸福，係我哋個幸運一個幸福，因為也為所謂嘅保護嘅度提獎啊度，反正所有嘅景觀啊度，同埋閒暇嘅時間都行緊上場，一度地方都係生意最好學習嘅地方，係。因為到時嘅嗰資源，一定看到嘅都係一度東西，一定接觸到嘅都係嗰資源嘅東西，冇睇到人工嘅東西，講係太自然嘅東西。我哋唔是講在轉上，但係一定講可以內位觀察啊度東西啊，或者個人嘅地方，而唔是都睇我哋後輩、後輩係都要後輩，啊行過下意思都要睇白宮，都要嘅飄河可以搞水，係可以看一道水草，看一道嘅。因為都係佢出價嘅人，我哋唔是花幾多錢，你唔是花幾多時間，只係個人嘅地方。我要，我当火箭筒。谁想要试試看的舉手。我。那個明華幫你選一個。他比較有力。等一下，每個小孩都給他。5.9歲生發日，其實就係沙期機密，近年菜嘅生活經驗，共伴新年嘅談，帶定新年嘅來做。我新年內來了解5.9歲人是點樣嘅過年的。從喺長飯山提出嘅時期，就前面菜地屬於貴州島嘅老人家來搞按到新年內做飯山牆。都搞伊嘅啊，削皮，切一去，浸鹽水，浸嚟撈起來，讓變糖，糖要用過，用過。咱變去滷差唔多1日，係唔比少年人滷1日可以食，係比少年人滷加1日。為人啦，天天嚟食，注意，多有得生意拿多嗰啲，我講一定切多數。為天天嚟食，一定摘落去飯上，有得硬乎的，硬乎就講冇切。有功夫咧。條擺日常生活使用嘅水，就可係對水匠來言，愛拿點桶嘅去打漿水。不過天天印度呢，都用此類水嘅，水匠價格都放起來嘅。睇我火房後背嘅一口漿，係一下總係都長出無幾後嘅嘢，並地幾限為50年呢。
呢度嘅新年嘅天阳头8月成分，也係帶動新年嘅喜大降水，降暑壓水又激動嘅。我觉得长辈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，他们都很高兴。结束之后还会很高兴的问我说：“哎，那下一次我们要干嘛？”对，就是这，我从长辈身上体会到，就是当他们可以对孩子重现，或者带着孩子一起去做他小时候做过的事情，可是现在却好像从此销声匿迹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们很高兴。对。然后我喜欢看他们那样，就是觉得，好像是你这个人的存在被认可了。一拜，再拜，三拜，你可以就是祖先的哈，也是呢，过多一个小朋友呢，人哋就以參觀嚟學習嚟有啲保護人。仲係間享福傳遞下去嘅勇嘅。在地嘅老人家，跟自家對火鳳舞歸層嘅感情，大幫同新年嘅分享傳下去。也到新年嘅每認真實地火鳳舞老了，有為歸貼片嘅童年。平常時都冇啦，都同講過年過節啦。有乜嘅喜慶啦，一下路嘅幾多年啦，平常都冇啊，平常都像延平嗰低啊，生意嚟嘅高啊，有話你啊，做生意嚟高，如果可能你又冇啊，你冇人，有啲貨房都唔成氣嘅嚇，唔到喺呢邊睇緊嘢都填表嘅啲，出去嘅嘢會咩唔到人哋啲家鄉嘅。但是就算他们最后没有留下来，我觉得至少在他们的人生中，他们有一个快乐的童年，然后他们有一个他们可以清楚辨识的家乡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一个人的完整性是很重要的。在你的心灵有一个家乡，然后那个家乡它曾经在童年的时候带给你源源不绝的快乐，我相信那是可以支撑一个人一直走下去的很好的养分。阿婆已经，我们要睡觉了。没有。好，第3大嘛。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大树，所以可能有点难做到这件事情。延平傳統嘅基巴，間火鳳舞同現代成法變到韓國集圈呢。帶動新年嘅行業有8年按住為耶路火鳳舞，大家傳呢佢也是團年嘅成法記憶空間，有家庭到規章。對亞到新年嘅來講，坦白就算從外種這條路，實地火鳳舞嘅聽落時間，也聽說會真蠻貼片，也喺家鄉爭